睇得明個答題係咪代表我哋就識咗呢？嗱，喺呢本《大腦喜歡這樣學》嘅著作裏邊咧，作者 Barbara Oatley 就提出咗10種我哋常見嘅錯誤讀書方法。其中有一種咧，我覺得同數學學習咧好大關聯嘅。佢就話啦，只是看解答，以為自己懂了。嗱，記住我哋學習數學科咧，必須要靠我哋動手攞支筆去實踐嘅。睇得明嘅題目咧，絕對唔代表我哋識咗，因為考試測驗嘅時候，始終都靠你雙手去寫出嚟噶嘛。所以我哋平時溫習嘅時候咧，就一定要睇明個例子之後，落手落腳去做一次，自己做得到先叫成功。如果當中有錯誤嘅地方，就必須要了解分析自己錯嘅原因。有需要我哋就記錄翻喺錯題本裏邊。咁久而久之反覆呢個行為咧，我哋慢慢數學科嘅成績咧就會越嚟越進步。咁當然，如果過程當中有問題解決唔到嘅，咁咪要請教我哋老師啦。